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谈这个东方白先生的《龙头山》。《龙头山》这个小说算是咧介绍台湾头一位女子创新的故事。当然，传记，这是讲个人私人一个真实人物的传记。叫啥 ？Biophilosophy 天甲用成人吧，所以有可能东方白先生苏当时伊家写作小说的时阵，可能就这个拍摄，所以也伫咧当然较精彩啦。当然，现主是第一甲这个小说读做伊用中文写的嘛，所以家己读到台语的时阵会拄着。到日北国迄站落车了，然后顺景山的大路边，哪西哪看一下，拢无淡薄百货店。第一个彩虹，可能一直到20世纪的社会，所以以查甫做主的社会，就是变成讲无另外。伫论述的时阵，遐个器具、加刀剑啥遐，拢是用这个彩虹做开头。问讲伊要做啥物衫，毋着拢讲是大学毕业生。有一个50外岁的老裁缝师，挂一副双人目镜，翻上眼白，低头礼貌。这应该就是因为挂迄个老岁目镜衰衰，所以伊伫咧迄个啥，要看的时阵就是迄个啥，吊背景安尼，伊怎讲？翻上白眼，低头礼貌地说，毕竟行李要上嘛，所以应该安尼讲。头弯衰衰，好咧，目睭并过来看伊安尼。阮布料咯过去，所以迄个老裁缝师好贵气。落地仔内底的一根软笑，哪娘哪用叶伫咧耳，哪娘就哪用叶伫咧耳仔顶悬的鉛笔，真美丽甲寸笑记咧谱啊。记完了，就问迄个学生，请问你的家族文章咧？姑娘什么？三挂局。迄个女学生讲，三挂局哦。迄是真正真高贵的文章呢，可牛什么？迄个文章，因为这是家徽啦，所以我看卖伊文学文章团练官，文章学文章 HOK 吧，应该是 HOK 吧，我袂记得。所以安怎讲？可能查出，我记应该是 HOK 啦。我的迄个直播也可能各有。手机啊，3C 这种物件，无讲介好势。我看卖迄个翕票。三乌禾好啦，地禾灵芝草迄个禾。真正阿伯，家己老婆，所以老婆同事50几岁就当做老裁缝，50几岁对50几岁人对20几岁人，敢是阿伯？
学生要毕业啊，可能若总25岁，因为老爸老母几岁，有啊40-50岁，所以50几岁，互因叫阿伯，算合理啦。啊，敢有到老爸的程度，我毋知，只是即摆中文啥，而且3本3老婆，啊是迄个中文的老婆，只是一个尊称尔尔，毋是真正老的意思吧？吼，所以这就是中文的语法，台语有台语的语法啦，吼，爱着问好啦。我哋老师主动讲，请问你的家族文章是咧讲了什么？3本3，阿伯啊，阿伯，3本3哦，哦，真正是庄严的文章呢，讲了什么？敢会使问讲恁兜是敢住伫咧山顶？真的呢，正是正是，这是一个中文的讲法，台语安怎讲？去用摇着，去用讲出来，讲出来迄个啥？家门家世，对，即话叫咩？自报家门，对，甲恁兜到底是倒位来，讲出来大家评判一下。无啦，讲评判是咧屁想的讲法啦。哦，3本3哦，哈，迄真正是庄严的文章呢，讲了什么？敢会当问讲恁兜敢是住伫咧山顶？是啊是啊，阿伯，迄个女学生就微微啊笑咧讲，所以迄个老裁缝师目睭就微微，因为迄个老裁缝师的目睭也因为摇着，怎笑甲微微。从迄个老裁缝师伫咧问家族文章的时就开始，哪想就感觉莫名其妙，毋知迄是咧讲啥。当迄3位女学生回答3挂局、3武号、3本3的时阵，伊就搁较戆硬，伊也真奇怪，是怎样？迄个老裁缝师一个听到这个名，记起来就好啊，也免看什么导游。袂输，迄是敢若真通俗的物件，只是若是听规半部，又完毋知迄是啥物物件。讲了什么？大家拢念好啊，即马轮到你啊！迄个老裁缝师就讲翻起眼白，一直甲拄只迄个什么翻上眼白、低头礼貌即个，我著去讲即个动作，因为目睭主要是规个面啊，规个面是咧桌仔顶，咧作业迄个工作台，啊毋过要看人看别位的时阵，可能就敢若目睭叮当，其他无叮当，面也无朝角度，头也无朝角度。啊，这个时阵，你规个头无叮当，想要看到物件的时阵，你只有目睭叮当啊。所以目睭一叮当，伊讲翻起眼白，翻起眼白，洗一个神啊是安怎？所以伊即句是讲，那老裁缝翻起眼白，从眼镜的上头望雅兴，伊就是伊讲眼镜的上头，就目镜人嘛，所以伊就是即个老裁缝师目睭人顶悬，透过目镜人，伫咧看雅兴，咧甲嫌，嫌伊讲。我讲你啥嘛？大家拢念好啊！即马轮到你啊！老裁缝师就目睭人吊吊，按目镜人看雅兴，咧甲嫌。雅兴布料摕咧就行过去。迄个老裁缝师看伊的布料，搁甲量伊的寸尺，然后就照进前安尼，搁甲问伊千篇一律。因头前，因其实即几个就是敢若6个学生尔嘛，应该是6个。伊讲因大部分拢是市内人嘛，迄个啥，伊无讲几个，应该是无几个啦。伊只是讲剩迄几个啊，实际上，咱伫上头前的时阵有讲到因的同学是倒位啦，毋过嘛无数量。伊就讲因即班的同学，当来的时阵是8通的，也毋过到最后毕业的时阵，剩一半的啊，就是60几个，伊讲60个啦，所以有可能。雅兴甲其他60个就表示61个嘛，即61个大部分拢是住伫市区的东京遮的市内人，所以因本就着即种较正式的礼服，就敢若遮的庄卡来的所在，庄卡所在来的女学生毋捌穿过礼服，爱另外去定做。
所以嘛无讲几个。所以我咧猜想是毋是剩60个学生的一成剩6个，唔知我唔知数量啦吼。所以伊就反正拢遐做千篇一律，共款，还是因为头前嘛是咧讲照进前的顺序去问嘛，所以千篇一律，这当然就是放空主辈伫咧讲嘛，放空主辈。放空主辈，千篇一律，拢共款，拢无变化，所以就是，然后就和进前共款，咧问伊讲，请问你的家族文章咧，讲了什么？家族文章是啥物货？到底你问这要做啥？雅信就目头夹夹，伫咧问，啥？姑娘什么竟然连家族文章都毋捌啊？这家族文章就是要印伫你的礼服顶啊，胸坎前爱长，脚趾片爱长，手爱长，这你都毋捌咯？迄个老裁缝师万般惊戆影，伫咧讲，头又搁咧喊，哦，原来如此哦。雅信就讲，也好啦，你著摕全部的家族文章来互我记。伊条做有记诶，毋是。迄个老裁缝师听着都大声笑起来。迄3位女童啊，所以总共敢4个了，3加1。头前是毋是？雅信含另外有3位毕业生啦，所以剩无几个3加1就对了。迄3位女同学也巴肚某咧做伙笑起来。也捧着腰挤在一起，为什么是捧着腰？怪怪。当然，对咱台语人来讲，就是巴肚咱咧做伙笑安尼啦。是讲私笑起来，私底下咧笑，毋敢笑伤大声。家族文章是你家族本代就有诶，哪会使记在你临时选诶？迄个老裁缝师从其尾也是安尼讲，但是阮家族本来就无即种文章啊，只好互我临时来选咯。雅信安尼伫咧讲，这文章是逐个人拢总有，你是用怎样？你是，伊中文是写讲你是为什么啊？所以变成讲台语人，准讲我是一个台语人。一时之间嘛，全去互伊牵去，对吧？伊米赛 embry， 伊目前教育部是讲是安怎啦？是安怎？或者是安怎？所以个另外是应该是怎样嘛？是安怎？为什么？Marino 用一个为什么？伊为什么即个敢若去用当作敢若较无遐台语开的讲法安尼？是安怎？一个简单的例词，为怎样？为安怎？是安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安怎？是安怎？安怎？是安怎？录音嘛？哪会无来？为什么？伊为什么种教字读敢若会用当作无够台语开啊？所以我就讲，这是因为语言接触时阵互相影响的啊。怎样？
这文章是大家人拢总有的啊，啊你是安怎？老裁缝师就嘴啊开开，哪是无方便家己讲，就经过迄个头一位牛寸雀女学生的解说，讲伊是台湾来的台湾人，迄个裁缝师才雄雄想到，恍然大悟，恍然大悟。恍然大悟，才雄雄了解哟，恍然大悟，恍然大悟，好啦。迄个老裁缝师才雄雄想到，想规半晡，感觉家族文章这样的凊彩紧，固然是也无好，但是定做礼服却竟然无应家族文章，就搁较无好。最后无答话，就只好照雅信，甲规大本的家族文章的图谱按拖底冒出来，互雅信紧。只是咧紧的，只是咧显的时阵，搁若喙咧接接讲啊，伊讲迄个，真的，即个动作要安怎讲？伊中文讲，一边口还滋滋地说，伊就是即个声音嘛。啊，伊中文嘛是甲即个声音改写做字嘛，吼。啊，所以即个动作是，嘛是戆影嘛，也是，无法度理解。因为咱有咧讲的时阵嘛是，啊，有个人对即个声音是，迄个啥，足袂爽的，也是足插耳，也是安怎感觉足错耳的，感觉这是啥物动作啊？你一边口还，那个叫你啥？中文是讲一边口还滋滋地说嘛，对无？迄个，即摆中文是不该读做啧啧啦，我袂记起啦。我觉得因为木子的平台，敢若是用即两字吼，我无确定吼。好，真遗憾呢，一个人竟然无加做文章，这是我替人做衫以来头一摆拄着的呢。哪想着甲家族文章的图谱按第一页开始现，原来人咧讲的家族文章，就是用各种形象所画成的简单的图样，大部分拢是画做圆形的，但是要四角形、长四角，还是因为菱形这个台语要安怎讲？四角尖是风吹形，不是菱形。菱形的台语，我记得是，伫咧迄个啥，中正纪念堂迄搭遐诶，迄个墙位仔边顶悬拢有虫啊，迄个虫啊，听伊讲，每一个虫啊外形的形拢无相款，听讲有百几个哦，我毋知影。所以菱形、药片形，咩就是讲药片形。甲什物菱形的花纹，伊对照去英语是 losange， 我毋知即个 logenge， 这可能原底毋是英语吧？而且是一开始英语嘛是按迄个拉丁语去发展出来。对无？文艺复兴时期嘛，13迄个啥，所以菱形、敢若形哦，满芳纸、满芳番、车哥形哦，车哥形，对，车哥形，我记得车哥形。车哥形，伊迄个四角形无共款嘛，因为伊夹的迄个角度是无共款的嘛。就龙教授是直接甲伊放空主白，啥物是有查出来
车歌啊，车歌哩，车歌行，就甲即个拄则迄个啥，甲迄个台湾线顶理书店所讲的即是干仔行，干仔行，错干仔迄个干仔行，所以干仔行会使理解啦。麻芳纸，麻芳番。旋石形，因为一般啊理解旋石形，敢若迄个形甲咱看到迄个中文的菱形，敢若无啥相款啊。反正就是讲，有四角形甲车高形，八角形、三角形，多样拢诚醒目。有一种上等的味，而且拢有一个真有诗意的名字。掀到第一页啊，甲第一页掀开了后，头先印入去雅信目睭是三相并蒂，三相并蒂，这可能是一个三角形吧？因为伊是毋是照迄个图样去迄个啥，去分类？所以就讲按三角、四角，然后圆的去分类就对啊。所以伊咧讲的即个吼，除了已经听过三卦局、三五号、三本三掠外，抑个有三囝情哦，双修情，伊直读到情嘛吼。三日月、三坡头、三圣机、三挂梅，对只迄是三挂局，即嘛是三挂梅。三旁丸，可能三领旁迄种的嘛吼。三碗雁，雁是迄个大只鸟啊，天顶飞迄种雁。三sit，应该是三sit吧，就是中文一个什么无的放矢迄个矢，应该是吧？我有看一下。袂使，我查的是中文，我即摆应该是爱去查。哦，四第二条，是三城湾、三颓、三辉林等等。第二是两相对称，两相对称。这应该是一种平凡的一种讲法嘛，对称。伊头前是讲三个嘛，可能就是可能三つ星迄个三个车高形斗做伙嘛，对，三つ星的迄个图样嘛，所以有足侪即种叫做CIS 对无？企业识别的符号，就是用图样去拄记嘛，人一个看到就哦，这是倒一间公司啊。所以对称啊，对，迄是三相，即嘛是两相还是两相？而且二相对称，所以二相对称即个对称速配对称速配对称。说对称，是艺术性的对称速配。比较对称速配好。第二是两相对称的文章，像对触、违当，这字我唔知。违辟、违反的违、违夜机、二本三、二停、违毒，咁咪毒？咁过即个字。中台字书店上即字即是
伊的迄个啥。少是一种船边的迄个使船歌、奏歌，所以是船的顶悬的物件。个是咩走，所以就是两支迄种对调为路标，伊家写对蜻蜓，田 A 一对一对，吼，两只田 A 看嘛，顶顶。过来就是伊用单双的文章，比头前两种复杂又搁美丽，搁比讲菊林、菊啊花的迄个世界，水月、初雪、泡泡，还是某，佢讲打无去，无，对，打吼，看是人名是啥。所以遮伊后壁是讲客环，迄个芳船的即部分的文章内底找出，去互100号做富士山的文章吸引富士山哦，富士山的文章甲吸引。即个文章就是一座富士山，山骹有3菊魂，又搁简单又搁明了，而且非常有诗意。特别是迄个景象是雅信亲目睭捌看到过，因为雅信按新户坐火车去到东京，然后经过迄个十字乌卡，敢是十字乌卡吧，还是伊豆半岛？就讲迄个火车是顺迄个太平洋，即个海岸过行嘛，去上嘛，所以讲，特别是迄个景象是是亲目睭捌看到过。现主是一个看到欢喜甲袂动，就记迄个富士山，就问到裁缝师讲，我着选即个富士山敢会使？那有啥物办法？你敢无加速的文章，袂当嘛会当啊？不可以，也只好可以了。伊凊彩乌白景是无好啦，啊若无印，搁较无好。啊，所以为着无爱无印，吼，就至少凊彩经一个。啊，若要凊彩经一个，总是要主流。啊，你都无加速的文章，准讲袂使嘛，只好用准的，啊，无要安那。迄个老裁缝师就甲哦，就目睭林，伊讲老裁缝翻下眼白。头前是恁讲，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捌看到过，就是开始有老花啊目了后，迄个人啥，当然透过老花啊目镜去看嘛。因过老花啊目就是最后目镜，甲阮挂伫鼻啊，啊目睭就爱顶悬去看嘛。所以迄个目睭林就是要看物件，就垂落去，吼，目睭的乌仁就透过目镜仁去看物件，啊无要透过目镜仁的时阵，迄个目睭仁就掉对顶悬，你看其他的所在。头前拢咧讲伊咧做即个掉目睭仁的动作，啊，即摆就是目睭仁垂落去安尼，伊拉讲翻下眼白。好啦，咱的中文字拢不哩啊好啦，翻下眼白、翻上眼白，大概拢会使随知影。啊，毋过即个动作要去用台语讲，佮敢若有一寡无讲介啥介顺序的讲法安尼，这也无法度啦。老裁缝师就目睭仁垂落来，透过目镜仁的下半部咧认迄个富士山的文章，实在是真无搭话。对啊，就无要安那。啊，这是第10集。好啦，第11集本正是要加读过，所以可能嘛是可能使继续读。现主是这个时间点，看有好啦，继续读，看才读偌济，准偌济。伊即种
哦，即种敢佫有17、8啊，你强在是，一届是读袂完，无可能。好，第10站，就伫咧区仔是正式按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毕业的进行一个日，伊有收到台湾同乡会邀请帖啊，邀请伊伫咧后一个礼拜日中昼去上野公园内底金永轩的饭店来做伙食饭自餐嘛吼，接受老前辈台湾人的祝贺。时到，还佫会邀请台湾总统府的监督以及一寡日本官员做伙来参加，表示对这个毕业庆祝会的隆重和盛隆重与盛意。隆重当然是尊重嘛，啊，盛意盛大的敬意还是，当然有当阵啊，中文用久了，伊就会去缩语嘛，啊，缩到到底，咱台语人是要对咧读念，伊的空主鼻音，或者是咱要发展出咱家己的迄个啥，讲法，我无确定。什么盛意，还是什么盛情难却，还是什么货啊？所以盛意就是好意嘛。所以这个盛有几个意思啊呢？所以就表示讲，邀请台湾总统府的监督和一寡日本官员来参加，表示对这个毕业庆祝会的尊重和好意。这一天，我是西装打扮，煞，伊讲是梳洗完毕了，所以这是敢若梳洗。梳洗完毕，当然后壁要装塔嘛，啊，这是梳洗。梳洗，是安怎？梳洗，梳洗，洗妆、洗肠、洗头、洗面，所以会使讲洗妆。洗妆啊，洗肠。当然后壁一般是洗妆挂打扮嘛，大概无可能敢若洗肠就煞。像讲是平常时啊，你洗肠煞，你敢免甲你的衫穿好势？而且你穿裙衫，穿起来了裙衫免换，啊洗肠洗手面，就然后就开始一天的活动啊。好啦，无要出门可能佫会使啦。啊，你要出门敢有可能？一束困衫规个穿出去，还是你进前一天惊紧张惊袂赴，进前一天就甲你第二天要出门的衫穿咧身躯顶去困，敢有可能？可能1%以下人敢安尼做吧，1%啦，我毋知偌济啦，不管。反正就是伊西装洗长了，就穿最近做好有印富士山文章的日本式的礼服，坐地下铁，沿路赶到上野站。落车了，阁爬一阶的楼梯坎仔，按上野站出来。上野公园就伫咧上野站对面的小山轮顶。上野公园就在上野车站背对面的小山。哦，这里前面是背对面啊，是后车站的对面还是啥？因为日本拢有迄个什么金山后站嘛，吼，啊，所以因个金山后站就是个猫咪站的头前，猫咪站的后壁嘛，啊，所以就是可要讲，有诶诺妈诶，甲有诶诺什么奥西罗什么碗糕诶吧，看到汉字就是上野前吼是金站，上野后是后站，哎，即摆改中文改写做。上野公园就在上野车站背对面的小山上。伤久无去，我袂记得上野车头的后壁后站。
有一个小山墩啊，因为我知遐有一个上野动物园吧，我会记啊，也是迄个上野公园，甲迄个上野动物园是共一个所在，我袂记，我毋知影，所以我家当做后车站好啊啦。若是翻过后日的大街，顺迄条正整齐乌米仔土产店。即啦，土产店是咱即马讲号做特产店，或者是香港人是敢讲手信吼，手信嘛。啊，当然对咱来讲，特产或者是啥，礼物还是啥，我无确定。不管伊就讲有两种店嘛吼，食品店、土产店。来到一个大破口，讲大缺口，因为我无确定。当然，伊安尼咧论述的时阵，理论上是会使去直接去日本的东京地图看讲，伊迄个上野车头的头前后壁是啥物状况嘛？因为即马迄个啥，信息真方便啊！了喂，个叫哇塞！有当时啊，手就会去回着，就怎点着就怎走出去安尼，啊就怎啥物就无去安尼，所以拄几届就知影啥物状况啊。好啦，反正想要去查迄个电子地图啊。遐踩一支石条，顶悬刻上野公园4个大字。好啦，这上野公园4个大字。理论上应该是会使看到啦。真久无去日本啊，所以小用眼一下看下啊，眼一下。是我信号向食掉，怎变慢还是安怎？日本上野公园，Ueno Eki， 然上野温泉公园。Ueno 公园大啦啦，所以上野美术馆，好啥？伊遐是，伊这是上野Ueno Nomori 哦，啊是当上野车头背对面。到底是倒位啊？我毋知影咧，歹势。敢若勉强看迄个卫星地图安尼，无讲甲迄种诶。上野公园，东上野大东区阿美约谷。东京大学啊，这是东京大学对啊，东京大学农业资料馆，金町，敢若是安尼。好，不管，有刻上野公园4个大字，若是甲看着骹目的礼服小，迄个动作。
撩起过怀的礼服，撩起扭起来，细字啊爬上五山顶的百几克的石刻啊，花草缤纷、树木真旺的公园就在眼前天开。金永轩饭店是一栋茶起的大楼，就伫咧上野公园南边的湖边。南边有一，我看伊地图是有一口碑，足大口的，所以迄个啥，才11点尔，离台湾同乡会的中到场，还阁量早1点钟，也免急要赶要去，也免急要赶去金永轩，就凊彩伫咧公园内底溜溜咧。这公园仔内底四四散散是无咧惊人的粉鸟啊，细条路、草坡仔顶、椅条顶，四界拢全人，大家也拢穿插甲真好势，盛装着，盛装着就是穿插甲真好势，是安怎样？你可能这个时间点，大家拢来盛装赴会还是啥吧？这是我即马呢，我想要看电子地图，即、这个敢若无都真理解啊你，可能无伫迄个啥情境当中的款吧。不管，反正就是也拢面带笑容，真悠哉，真悠闲，悠闲哦，真爽势，还是真凉势，凉势啊凉势，还是真，讲悠哉啊你。悠闲、悠闲、尹先生、尹心，中央教授是这事，敢若嘛进前捌查过。我就讲，因为无迄个记忆个点吼，就记会起来呢。啥物是有找一寡事的款？按镜认定看远远的物件，是啦，就是迄个动作。对啊，轻盈，真轻盈。迄个悠闲轻盈，是毋是形容词甲副词的真差？哪是着按正面划过的方向，按正面划过，背对着敬仰轩的，讲因反正各点外，各正点钟嘛，啊，就免赶要去，啊，免赶要去，就怎倒头行，等于是愈行愈远的意思安尼，愈行愈远的意思。所以，哪是着正面划过，背对着景永轩，安尼背对着要安怎讲？真正讲倒头行，背对着。反正就是敢若有时间，啊，可能也敢若差不多喊你来这个方向行大，有时间就慢慢通，慢慢行，慢慢看，啊，所以这个背对着，真正我敢想着倒头行，对。景永轩的方向倒头行，慢慢通。无意间就来到西乡龙城，西乡龙城是几边个头唔知啊？诶，东上前，这位鹤立鸡群，唔是高教插人丁，应该是高教插人丁的倒头讲法。
倒摆讲法啦，伊是独树一格哟，鹤立鸡群。鹤立鸡群，三怎讲？好徛鸟阵，会使哦。要个好徛鸟阵，鸟也走了，敢毋是？啊，鹤立鸡群，遐鸡仔鸟无你惊的啊，好也袂咬鸡啊。当然好袂直接咬鸟无毋对，啊毋过，当然即个讲的真正，我感觉真赞啦，就是讲哦，比较好徛咧鸟阵内底，真正真明显就对啊。好徛鸟阵，有用教授安尼讲，因为西乡隆盛这个人，真正伫日本有伊真崇高的地位啊。悬，所以就是真悬。家群达好，达哦，用达好，天人家真悬。所以照迄个意思，你家群是家群达好，一只好徛伫咧一阵鸡仔当中，就敢若一只好踩伫咧一阵猫仔当中共款意思安尼。哦，即位袂输呢好徛鸟群的真汉论，叫甲上美丽的明治维新的大神。伊的武术精神，伊的忠君爱国，以及伊因为内战失败转切腹自杀的故事，雅信早就伫咧淡水女学读着日本史的时阵，就真熟悉，耳濡目染，因为可能明治维新了后，其实嘛是因为日本从此开始走向强国的行列嘛，所以日本人当然真对这位人士西乡隆盛有真大的敬重，所以在因的教育界嘛，拢会一再传述，一直讲安尼，所以逆如目染，照字读。猪母听久嘛会拍片，所以是啥？戏馆边的猪母袂晓唱琴，嘛会晓拍片。戏馆边的猪母袂晓唱琴，嘛会晓拍片，所以拖久就知了，耳濡目染。枪在听，枪在看，枪在听，枪在看，定听定看，听济看济，听了熟，看了惯势。所以雅信早就伫咧淡水女学读日本史的时阵，就听真济，也看真济啊。现主时看到，就袂输那重温历史的感觉。雅信担头去看即座动上，迄粗干啊，小烟选手，伊讲写相扑斗士哦。我是甲伊讲小燕嘛，相扑是就是当我小燕嘛。斗士，讲斗士，伊毕竟这是日本的文化之一嘛。啊，日本的文化之一，当然伊是迄个日本英文叫是 small，small 是汉字那晓袂？好，迄臃肿干啊，小烟选手的身躯包伫咧
小可显开的日本衫内底，伊的正手牵一只秋田狗，倒手插角，应该插角吧？就是插咧腰脊骨遐，应该是插角，这应该是插角吧？因为个讲双手插角，就是迄、个香港电影功夫内底迄个叫做啥？包租婆哟，伊定拢咧插这个动作，也是叫做伊直接讲插腰哦。双手、两手叉腰，双手叉腰。你毋过我感觉啊，叉角咧，叉角佫是啥？伊即马西向量性，伊即个动作就是一手牵狗啊，啊一手插咧腰脊骨嘛，啊即是插咧腰脊骨即个动作，双手叉腰。叉腰，直接对啊，叉角、叉腰嘛。虽然讲看到叉角即个汉字，你会感觉是过人骹迄个位啊，毋过无可能啊！你哪有可能？大部分你无可能甲手藏伫你的过人骹内底啊！你讲双手，双手相揽伫咧胸前，啊，迄个重点嘛毋是伫咧过人骹啊。过人骹是讲迄个啥，伫咧做运动还是伫咧创啥？你才会对过人骹遐去活。所以叉腰当然是看到汉字，中文汉字你讲叉腰，毋过就讲我就讲是双手叉角啊。我就讲香港电影功夫内底迄个包租婆晓，包租婆厝头家娘，还是安怎讲？袂记只。对，反正就是伊现主时正手牵一只秋田狗，倒手插角，饲伫咧裤头的迄支底夹，腰上的短剑嘛，迄就是裤头啊。所以你要照字读，腰面顶的底夹，就含台语无啥相款啦。台语拢讲裤头嘛，就饲一个裤头的底夹，骹大草鞋，徛的姿势真飘撇，只是嘴啊密密吼，紧闭着坚定的嘴唇，所以这个动作是真坚定，迄个眼神，迄个表情，坚定的喙唇，双唇合起来真坚定，现出两蕊深炯的眼睛，应该是咧看远的所在吧？可能是安尼啦，吼，深炯啊，伊然后我拢歹势吼，我是外国人，所以感觉迄有当阵啊，迄个字真正无啥抓袂着，抓无啥会着，伊想要表达迄个字安尼。对吧？当然，中文就是迄个啥，目睭真有精神，还是真有迄个气势。吼、所以讲，两蕊目睭真有气势，袂输有一股怒气，一股怒气。愤慨，各位知影讲气，当然可能无甲冲天啦吼。怒气冲天，毋过我看卖影。
气喘喘，气噗噗，气冲天，怒气心火。讲即座当上，甲西乡隆盛迄个气势拢甲展现出来嘛。小结论就是讲，袂输等待半世纪遐长的时间，还无地透，吼，就是伊想要对伊的，伊想要为伊的国家做一寡代志嘛，啊去甲韩国征服落来，啊扩展日本帝国。迄个时阵，因面伫为是想要主义的发展，这大概嘛是迄个时阵料想袂到。啊，只是有当阵啊，以咱外国人来讲，日本人迄阵敢会伤请影、伤臭屁，还是因感觉去互中国压太久诶。自1300年前诶东帝国开始，日本帝国嘛是甲中国诚做因会使学习诶对象嘛。啊，只是有当阵历史诶发展，毋是咱一般诶人我都随意解。就讲袂输等半世纪，因为即个时间点，雅信读完医学院，大概是1925、26迄个时阵嘛。啊，明治维新，我记得是1873年啊，当时我袂记起歹势吼。所以就讲啊，差半世纪拢即种愤慨，而且是想要为国家做代志，迄种迄口气无地透。雅信就讲，眼神按当上刷来到下面的代理石做，做的正头前有一块铜牌，刻的是西乡隆盛的小段，甲铜牌顶的小信就踅去当上的后面，伊看到另外合作，伊写讲规律辛酸自私坚，我先来读，丈夫玉喙替我转前，我袂读。我家违法，人知好，不义。我无想要读中国英文的，随便讲对啊。汉字诗无一定爱读到中国话啊。几落摆的心酸，伊的意志非常坚定。大丈夫甘愿玉喙，嘛袂愿保护一块虾片的完全。啊，宁为玉喙，不为瓦全。哇，当然你要读到遐，迄是文白音的真差嘛吼。伊讲我家违法，阮老将阮即个人吼，将即个法制啊，啥无要为着囝儿时去买遐的良田，通好互阮即家较好势安尼，不为儿孙买良田。甲西乡隆盛的李汉史看完了后，雅信拄要行去别位，却雄雄听到有人伫咧喊伊的名。伊回头看的时阵，关马西已经按西乡隆盛的当上正对面的迄片草坡啊行过来，硬是甲雅信邀请去迄边草坡顶的一阵查某同学，讲因也是今年的毕业生。嘛是去互台湾同乡会邀请来景永县参加毕业会餐的。雅信本地个淡薄仔张图无啥家友，家己也阁无特别啥物所在想要去，啊只好记在关马西来到迄片草坡啊，遐早着几落位查甫学生，雅信一个看去，也诚拄好，原来。拢是2年前伫咧市内辟足的花园内底已经熟悉的人。除了关马西以外，阁有江东南、林仲秋、皮英、谢培火和柯文达。因为已经捌见过面，
会着免搁另外介绍。雅信来到因的面头前，拄毋知要安怎含大家小叫喙的时阵，食袂火就先开嘴讲话。伊有原是较早迄落老大哥的气势，伊真大方，着家己本礼服的雅信，伊真大方，甲穿日本礼服的雅信，按头前到尾，着直拄直伫咧讲，开门见山嘛，对无？所以反正就是直人讲直话，直拄直透白讲，反正就这种讲法的嘛。啊，这是伫中文的语境内底，敢若10个作者有8、9个拢会直接写开门见山，所以毕竟咱的中文是为课本学来的，台语遮尔侪种讲法，第一个中文内底可能无好找啊。若毋是顶一届伫咧夏季元宵会有见过一面，我着强要甲你当作是日本婆啊，伊穿迄日本衫嘛，伊一个讲煞着好野好意笑起来，大家也对咧笑，雅信有注意到，敢若林重手无咧笑。所有查某囡仔拢坐伫咧草帽顶，雅信穿乌色的礼服，就无方便窝伫咧草帽边，不便位坐在草坪上，这是啥意思？无方便跪坐伫遐，徛伫遐，因为伊讲所有查甫囡仔拢坐伫咧草帽顶嘛。而且草坪嘛，就是草布嘛，无问题嘛吼。伊雅信是穿即个乌色的礼服，无方便徛坐伫咧遐，伊就行几步，离因无偌远，会一条柴条椅仔坐落。迄个椅仔拄面对西向良辰的东上，所以伊就哪看，一边望着，一边侧耳倾听。所以啥？哪看哪听因伫咧讲话，所以中文来讲侧耳倾听，就是耳仔向迄边，啊目睭是看对面，还是安怎？拄着啊，才发头去甲眼一下，看因哪讲哪笑的表情，去看他们谈笑风生。谈笑风生哦，谈笑风生当然是。一定是哪讲哪笑嘛，所以我的语感是直接讲哪讲哪笑。谈笑风生，所以这当然是一个中文的语境的，对吧？三二七的倒头行嘛，我就讲就是反方向嘛，行反头，我的语感是。本正A 这个方向行，发觉就讲毋是，我是爱行 B 这个方向，就是另外一个方向，才是做行倒头。啊，我的语感行反头是，我真知我要行倒一个方向，只是迄个方向和可能1点钟以后的方向无共款，我就讲行倒头。我的语感是安尼啦。当然，这空气自然局的，你要安怎讲，应该。拢是会使一啦，无想即个谈笑风生的台语要安怎讲？好啦，照我的讲法。便人雅信回头去看遐查某囡仔的时阵，伊就发觉江东人伫咧对伊好咧伫咧微笑，颠倒是鼻音感觉有淡薄仔清疏。啊，若林重手就敢若对伊敬而远之，敬而远之。即个明明。因即阵人迄坐距离反射，我就讲嘛，可能差咧至少1-2公啊不，讲行笑到2公尺，因为迄阵查某囡仔是坐伫草帽顶坐落来嘛，所以无偌远，即个无偌远，可能差不多是1公尺吧。无到2公尺，啊，坐落去了，对面是西向良辰的东上，啊，可能正手边啊倒手边是迄阵查甫囡仔，袂讲介远，啊，所以哪听因讲，哪看东上，拄着啊，也是听到一寡字词字眼，
啥物时阵才回头滑头去看卖因咧讲啥，啊看因的时阵就这三个人的迄个表情拢无相款啊呢，所以敬而远之，我就感觉因为查某囡仔坐伫遐无啥叮当啊，就讲无行刷叮当啦，啊敬而远之当然。毋知咧，当然，啥物找你讲惊惊毋敢换即个部分是 OK 啦，只是会使有搁较婉约的讲法。Marino 嘛是直接读，嘛是直接放空主白，敬而万之。对龙教授就受即个书。闪甲开咧，有教授讲闪甲开咧，应该，因为伊讲林中秋对伊敢若什么意思？吼，然后挑工夹头滑去，挑工夹头滑去别个方向，较免含伊的眼神接触，所以迄个敬而远之可能是歹势，是。你就挑工嘛，挑工甲人对无？什么关马西、江东南、平阴林、中秋、柯文达、谢培慧，即阵人台湾咧开讲啊，拢查某囡仔，雅信坐咧一两公尺外的椅仔顶，啊哪听哪看嘛，无一直，毋是一直注心伫咧看，啊毋过耳孔有扭长长咧听，啊听到时阵就滑头看一下，啊滑头看一下迄动作，搁要讲林中秋可能特不是咧甲定啊，就讲看伊咧创啥呢？啊伊硬是一要滑头来看即阵查某囡仔的时阵，林中秋就颠倒，甲眼神刷去别位安尼。哦，所以你讲，你知影讲诶，好像对他敬而远之，好像对他敬而远之，就跟他讲，对伊敢若颠倒要闪，啊惊惊毋敢哇，感觉闪较开咧，含惊惊毋敢换，即两个描述甲敬而远之，敢若有淡薄仔真差啊！啊，想袂到搁较好诶讲法。反正就是讲，配音颠倒感觉淡薄仔青疏，林中秋搁袂输哪要离较远，挑工夹头或去其他所在，较免眼神含伊接触，但是又搁达不时会挡袂牢，就袂输哪伫咧探索安尼蛇头来甲头闪一下，感觉着伊也伫甲头看，就搁甲眼神紧闪开。就林中秋伫咧看雅信，甲闪嘛，啊，甲早着雅信嘛伫咧偷看林中秋的时阵，林中秋就搁甲眼神闪开安尼。伊讲便又把目光急剧抛开去，因有当初就是迄个啥，原则上你咧看的时阵，你两蕊目睭的正中应该是上准你要看迄个目标嘛，除非你是咧偷看。啊，你咧偷看，你就用目睭，溜去边啊，对吧？什么啥？中文啥？眼角余光哟，对吧？面是向正头前，要毋过你会用迄个或者眼角余光，吼，可能是目尾，类似敢若洗目尾安尼，就是面向头前，啊，然后你乌人小可闪一下倒边正边，偷看卖啊边仔咧创啥呢？吼，啊，所以迄应该是偷看偷闪嘛。即摆林中秋就是敢若类似即个动作安尼，就讲要闪雅信的眼神，佫会偷看伊咧创啥。一个觉察到邱雅信嘛在甲偷看的时阵，林中秋的眼神就佫闪开，所以即两个淡仔咧安尼，嘿啦，眼神必相催，敢会使安尼讲。关马西坐伫咧雅信含其他的查某囡仔之间，毋知是要听因讲。毋知是要听因开隔壁，含雅信
无共方向的是食背火，伊讲背对着阿信嘛，所以就甲对着迄个什么背对着金仰轩的方向走，迄个背对着就是相对上是面对面嘛，啊，即马等于是即个食背火会较接拼是阿信嘛，所以这个动作要安怎讲？坐伫咧关马西隔壁，吼，啊，毋过较接拼是阿信，是食背火，所以因为这个食背火就讲袂输哈老大哥的气派嘛，所以老大哥台语拄则咧，我拄仔是讲哈，安怎甲伊讲袂着，有原是较早迄副迄个老大哥哟，因为可比讲1980内底有一个 Big Brother 嘛，啊 Big Brother 迄阵周英雄先生是甲伊翻译做啥？老大哥哟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我无听到，歹势。老大哥，歹势，迄个声音还是无讲介清楚呢。Elderly gentleman, elder brother， 这是 Embry 的讲法。因为迄个1980的小说是写 Big Brother 嘛，老大哥、头兄、头哥啊，到后是讲头兄、头哥啊，头兄、头哥啊。原来有一个书啊，到中央教授有一个书啊。老大，老哥，老大哥，老大哥，哦，老大还是大哥、大兄，所以头兄，不管，反正就是坐这个角度嘛。如果坐咧关马西隔壁，会食背火，是较只偏阿信。伊有原是这群人当中的主要喉舌，主要的发言者，也是因为也是较早迄种老大哥的气派，然后大家拢听伊讲话安尼，喉舌讲话嘛，这是讲话嘛，所以大家拢会听伊讲是安怎知影？喙齿、口齿。喉舌，就为民喉舌是咧讲替人民讲话嘛。咁过即马即个主要喉舌，张龙教授是来讲代言人，咁过伊这个毋是代言人啊。伫即个情景应该是讲其他的人，不管是学问、知识，还是口才，拢无伊好嘛。拢无伊好，可能拢听伊讲。啊，听伊讲，就怎啊袂输，敢若是即群人的发言人，要毋过能是这群人中的主要喉舌。迄是袂输，敢若我真现主席，我伫遐咧读念，竟然咧听我讲迄个状况安尼。虽讲阿信无看到伊的正面，但是看到伊比手画刀。规身躯真有力咯。芭比讲主讲者，对，应该就是主讲者。所以大部分拢听伊讲较侪嘛，啊，就是伊当初若提出一个问题的时阵，其他的人若有想到，也是有意见，哦，伊讲我一个段落，就其他人会安尼讲嘛，啊，所以这点就是大家拢听伊讲较侪安尼。全身有劲敌，你这个动作还是这个状况是，可比讲什么真热情，还是真有气势，
或者是迄哪讲金属金霸，全身有劲嘛，是有气力，还是气力十足？气力十足，可能看看差不多全身有劲，可能我想的是气力十足，有劲。Q 啊 Q 哦，有力。Robbery， ambush 讲一个 Q robbery。Marino 是讲直接讲有力。套心凉，清凉有劲，套心凉，伊甲有劲就直接要摕来用。所以可能我的直觉，我是感觉真有气力，真有气力，含伊讲话迄种抑扬顿挫，抑扬顿挫。有声有势，可能是吧？抑扬顿挫，抑扬顿挫。无抑扬顿挫，无，找台语无看到这个词，就起落浮起来，顿落，就抑扬顿挫就是的动作嘛吼。所以讲，真有气力，佮有声有势，真规律，伫咧舞，对啊 ，KOL 嘛是迄个什么 key of 什么碗歌嘛吼，什么主要发言者呢嘛吼。行袂火佮过去，就是柯文哲，伊游玩自行伫咧听别人讲话，无遐尼简单就开嘴讲，绝不轻易开口，绝不轻易开口，就是拢点点听，吼，游玩真自行伫咧听别人讲话，袂简单就开嘴讲。雅信看伊迄个拍到乌乌的边仔面，含坚定的喙唇，就忍袂了，想起伊旧年驶2室的红田的无人机伫咧台北的半空滚架的影子。伊讲因咧迄个时阵开迄个碎台无人机嘛，在台北上空翻腾嗷嗷雄姿，就驶无人机安尼。来，忽然间食袂火换话题，就拍扑啊对大家讲，咱大家今年就拢要毕业啊，讲啦，讲看卖啊，恁每一个人毕业了对将来有啥物打算？食袂火讲煞，四周围看看，煞无甲一个人自告奋勇首先出来回答，自告奋勇，牙头期还是？当然你讲好打怪怪啦，啊 ，Marino 是直接读放空主备，自告奋勇，内容教授，超过12点嘛，可能是歹，这一集，可能我看下这个时差，应该爱暂时休息。自告奋勇，家己志愿，煞无甲一个人家己志愿首先出来回答。食杯火的眼神最后就停伫咧雅信的身上。伊毋是坐你后壁的，我咯，因为雅信是坐咧边仔迄个位啊，伊拄仔讲啊，背对着雅信啊，所以伊会较接偏是雅信啊，所以食袂火讲完，四箍认真看，无甲一个人家己志愿讲伊要回答，食袂火就甲眼神停留伫咧雅信身上，洗头过来，记雅信，好啦，这个可能咱暂时先读到这好啦。到底雅信讲啥，还是伊搁煞讲啥？
欲比上前，后回分晓，后回当时我真歹讲。好啦，主要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龙德说》3部曲，大概有第2部的第11章，第2部德11章，哦，我哋唔该会使先讲先读到这啦。感谢收听，谢谢，拜拜，再会。啊，感谢这个确认这个芭比甲三里杂这个艺术啦，吼，农场课啊，我哋得比。好啦，今日感谢，谢谢，拜拜，再会。